咩問題？就咩嗰個劇集？劇集飛咩話？韓語面呢都能劇集？飛咩話？當年來誰逃定工來？大理。當年來誰逃定工來？定工。定工來，三面變。操！这些三面變。三面變操法理死面，法理死操。法理死面，法理死面，min羅必拉，min羅必拉，去找这个比拉。大理就是第二日，谁逃定工來，停工日，三面變，操，法理死面，min羅必拉。大年的 second 的第二日 ，second day， 大年來誰逃定工來，停工日的休息時，就像我們這個休息星期六、星期天。三面變，操法理死面，min羅必拉，羅就是找壞的，定。大年來誰逃定工來，三面變，操法理死面，min羅必拉。要做就像一隻風箏，飄落遙遠的泰國地，兄弟天涯兩分離，何時才人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鄉親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